還是順水推舟算了。啊，臣妾就是想給母後通個氣，免得一個人蒙在鼓裡黑不隆咚的。既然婚事已定，母後的心也該落下了。臣妾可真是为舒妹妹感到高興啊！好了，臣妾告辭了。恭喜母後。气死我了！真是气死我了！南后这是黄鼠狼給鸡拜年，威後若是真生氣，就招了他的道了。但舒兒怎會自降身份，自甘墮落？那秦王有什麼好？哪點比得上趙侯雍？真是喝了迷魂湯了。舒公主也許是受了別人的挑唆，那月華台裡不是還住着個羋月嗎？可不是，我真是糊塗，竟然讓舒兒和那個賤丫頭在我的眼界之外恣意妄為。玳瑁，傳我的旨意，讓舒公主馬上給我搬回高堂台。是，威後。晉上大夫求見。晉上一向跟南後熱絡，南後剛走他就來了。那奴婢去回了他，就說威後身子不適。等等，聽說秦王就是托晉大夫為他出面求親的，我倒要看看他怎麼花言密嘴的。讓他進來。是。拜見威後。免禮。謝威後。聽說晉大夫近日為楚秦聯姻之事忙碌得很，今日怎會到我這裡來？微臣是給威後道喜來了。喜從何來？秦王久慕舒公主賢德美貌，願以傾國之力來迎娶。舒公主乃威後掌上明珠，秦楚聯姻豈不是喜事一樁嗎？我看中的賢婿不是秦王，晉大夫道喜走錯門了。趙侯雍雖好，但與秦王相比，確有缺失。此話怎講？趙侯雍來楚國提親，是為了合縱；大王曾允諾婚事，也是為了與五國聯盟。臣以為，五國聯盟貌似強大，實則人心不齊，不堪一擊。楚國若與其聯盟，必然浪費人力物力，不如結交強援，共謀他國。結盟由大王定奪，我只在意舒公主的婚事。這婚事和結盟之事同理，五國聯盟盡其力，只相當於一個楚國。然而，五國人心渙散，只可當半個楚國。秦國國力雄厚，與楚國不相上下。若與秦國聯姻，強強聯手，便可無敵於天下。更何況，舒公主就算嫁給五國任何一個王侯，因其國力不強，這些王侯只是徒有虛名，王后之位就更是徒有虛名了。怎能跟一個手握大權的秦國王后相比？再者說，姻緣講究的是一個緣分。舒公主與秦王情投意合，日後夫妻比翼雙飛，魚水和諧，這不都是威後所想所盼嗎？你雖把那秦王說得百般之好，可那秦國荒蠻，秦人粗魯，舒公主要是嫁過去，怕是要吃苦頭的。好與不好，要問舒公主的心意。耳聽為虛，眼見為實。威後何不找個機會，親眼見一見秦王？到時便知微臣所言句句是真。我就信你一回。5日後是郢都祭祀少司命大典，
舒公主會獻武少司命，到時我和大王都會去。我會讓大王宴請秦王，秦王的人品和談吐如何，我一望便知。